为着要庆祝2024年府城建成的400档，台南生活美学馆举办系列的活动，这摆邀请到台湾本土艺术家林志信来到美学馆展出大型的木刻版画银妈祖，佮有芬芳宝岛图，透过大师的作品来回忆台湾过去的传统民俗文化，来响应府城建成的400年。人越少，那么我们感到遗憾的就是说，只有看人潮鞭炮。真的是宗教文化的一个意义没有存在。我以40岁的那个时候，有2件巧遇，一件就是说我的身体欠安，另外一件呢就是说小时候所看到的热闹，跟现在跟那个40岁看的热闹，艺人减少，可以说艺人凋谢，后继无人。艺人没有办法生活，年轻人也不学习，后来民俗的这个表演越来真的是少见。我趁这个40岁的时候，小时候的印象依稀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我花了20年的时间，将这个银妈祖的文化好好的整理这一张现在展出的这个银妈祖版画。那么这个银妈祖的版画这一幅来讲，我花了20年才完成。40岁发愿之后，到50岁画了3次的稿，然后51岁开始刻到58岁，然后花2年的时间彩绘，终于在60岁的时候，首展不是在府城，而是首展是在台北美术馆，那么这张作品的最大的有几个特点，我在这里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所表演的这个民俗，现在少见的，在我的作品里面看得到。再来，每一个表演的人，他的服装、道具都是遵循我们古代的传统。林志信老师的创作保存台湾的民俗传统文化，目前所看到的银妈祖，对作品中会当看到过去府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未来拢会成为台湾重要文化资产。透过艺术的创作方式，甲台湾的民俗永远流传。美术馆全力的配合，还有有名的肖雄瑞教授的策划，以及优秀公司很完善的一种装置和编著画册，可以说这一次的这个大展，是我一生以来觉得最光耀的一次大展。尤其是这2件作品出自府城的人。那么过去这2件大作品都在国外巡回展。那么像银妈祖在国外巡回展28年，终于今天28年以后回到我的故乡首展，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这摆展出的银妈祖，林老师开20档的时间，一道一道记录妈祖绕境，作品达到124公尺。过去当年伫咧国外展出，这摆转来到老师的家乡展览。欢迎民众伫咧4月14号到5月29号，会当来到台南生活美学馆，做伙感受台湾的民俗创作之美。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